史蒂夫·乔布斯，这个名字无需过多介绍，他是 Apple 公司的创始人之一，被誉为电子行业的先驱，也是一位伟大的创新者。但让我们回溯一下，回到他的童年，探索这个传奇人物的早年历程。乔布斯出生于1955年，他是被领养的孩子，他的养父母是一对普通的蓝领工人，他们鼓励乔布斯对知识的追求，尤其是他对电子学的热情。小时候，他的养父就带他去地下车库，向他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机器部件和工具。这段经历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激发了他对技术的热爱。乔布斯的学习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在学校里，他常常对传统教育制度感到不满，他觉得那里的教学方式压制了他的创新思维。然而，乔布斯没有因此放弃自我发展，反而选择了自我学习。他到处找资料，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话题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断尝试和创新。在他仅有13岁时，他就打电话给 HP 公司，寻求他们电子部件的捐赠，以便他能制作自己的设备。尽管是个年轻少年，但他对于自己的信心和决心都让人印象深刻。对年轻人来说，乔布斯的童年是一个鼓励人们去探索、去追求热情、去挑战权威，并对自我有信心的故事。他的生活传达了这样的信息：即使你现在只是一个孩子，但你也能有自己的目标和梦想，你也可以去追求他们。尽管我们都无法预见未来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塑造自己的生活。就像乔布斯曾经说过的，你的工作是找到你的世界，然后用全身心去追求。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追求，为了这个追求，我们需要有信念，需要有坚持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直前行。